来看台铁的高雄机场的开发案已经通过，开发区内底有上千丛的树仔，恐惊着爱撤掉。这开发案有真侪问题，早起有民间团体就呼吁营建署应该撤回这计划。这么多树仔，民众直接散步真舒适。这是面积32公顷的台铁高雄机场，内底有9公顷的森林，将近成丛的30到40年以上的大树。不过高雄市都市计划委员会最近通过道境安细部计划当中，厂区文书森林大树甲开发区域高度定塌，道路分割破碎，地属将近成丛大树的森林，差不多9成面临遗失伤害甲错掉。厂区文理破坏严重，民间团体呼吁营建署撤回藐视民意的计划，要砍除841棵树，要移植121棵树，完全不是富裕计划。这样的计划出来，对外宣称说，我树木有3尽保护哦，我有做一个富裕计划哦，结果是砍树、移树。占90%以上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市府对外声明讲，伊的版本有社会共识，不过办过3摆座谈会当中，民团地方里长议员真济摆有提出，希望树仔应保留正做为母型大公园的诉求，完全无予市府纳入规划。民间团体联署反对市府规划，希望开发总建平，无变的情形之下，应将开发地平减少做8公顷，67公顷的森林加厂区分数。避免道路切割，催生森林公园。前阵没有像凤山卫武营的公园，那空气的污染又这么严重，里民大家都希望说能开放以后，我们到里面散步。没有办法，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被采纳了。专案小组会议，好，我们在那边，我们再来做讨论。营建署表示，对公园面积大小问题，市府甲民间团体有无共款的建议，代替为活化土地是不是应退休甲安尼范围，会造成什么款的影响？拢斗阵提甲专案小组会议来做讨论，希望伫会中应有共识，取得平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